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期大会。饮水是市民上届直接的痛，议员这两届上午的总质询，就针对这届台南的大饮水来检讨市政府的作为。除了质疑詹文水库放水的时机，批判咱的治水工程违背中央 SOP 的法令以外，嘛替灾民请命，要求市长一户爱加增加5000块的补助。因为这摆台南因大水，护议员这两届上午伫总质询炮火不断，伫补助的标准顶面，伊认为台南市的饮水补助5000是6度上少，要求代理市长任期内苦民所苦，发挥魄力甲自卑心，用第二牛皮金一户至少加5000，包括中央的补助调悬为15000块，唔通甲台南人当作市顶公民。甲这个受灾户。拢总做真好的照顾，无互阮变做4等的国民，15000多跳起来2等的，咱唔免做1等的，哦，15000块加1万，拢总9000几万，安尼有嘴讲甲无烂，你看安那？这个各界有很多的建议啦，哈，包括有的是建议讲50公分以下应该嘛爱迄个有相关的这个补助，有的是建议50公分以上。还有建议说，迄个2个集聚1公尺以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通案性的50公分以上的50公分以上的人来做处理，各界的拢总2万、15000、1万上少的，咱台南市就5000尔，很多县市还是5000呐。另外，议员会长嘛口说热清地讲3档饮水的痛苦，一开3档就解决的大声话，认为治水无得效药。批评水利局的治水工程根本违背中央 SOP 的法令，要求公门好修行，唔通只想着官位，嘛要求市府2公顷以上所合法的建造，一定要有河水分离等加冲击的开发。第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南区的台南观光城，曾经带动附近的欢迎。不过，伫没落以后，加上租约已经到期，市府打算收回，重新整顿，互店家拢真烦恼，唔知影何去何从。上午议员李文静伫个总质询，就替这阵团商来签名，要求市府爱慎重考虑，暂缓执行。30档前曾经抢赢一时的大台南观光城，目前已经没落，而且未少店家只是咧囤货无营业，有垃圾违建，甚至钢筋外漏等问题。加上租约到期已经停止合约，互市府打算重新整顿。律师议员李文静上午伫总质询向团商签名，表示因拢是合法的业者，一档也有400-500万的使用补偿金，所以呼吁政府不管收回，或者是恢复原本无砍挂的原状，拢该辅导业者，互因有生存的空间，要求暂缓执行。伊遮大家拢趁食人啊，我建议讲，咱若用下晡时啊，还是讲下早时啊嘛，不要紧的，拢有咧做生意。当然有一半间仔是咧伫遐咧亏物件无毋对，但是咱会当针对个案处理，大家环境拢嘛整理甲真水啊，这拢是咱政府起的呢，这有使用这条的呢，这毋是讲违章建筑呢，伊用奖励投资条例，9档10个月啊，所以市长我拜托讲这个执行啊暂缓，因为咱这民事的部分，咱来研究，大家来参详看卖咧。来讨论看卖咧，来研究看卖咧，看这个代志，看咱安怎来处理较好势。目前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说一定决定要去做怎么样的迁移，或是说把水沟盖打开。我想这个部分市府内部有在讨论，这个我跟您报告有在讨论，但是还没有做成决策哈。台南观光城究竟何去何从？虽然市长表示也在研究当中，不过未少店家已经变成徛家，店家营业种类嘛无符合观光城当初兴建的目的。再加上检产业纠正以后，法院已经提出强制执行。
政府若要拆，要安怎拆？后续要做什么用途？嘛希望后续拢甲地方交代清楚。电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一摆豪雨造成台南严重淹水，议员林美燕伫总质询除了检讨治水的工法，更加批评市府所骄傲的路边专案拢总破功，要求工务局爱成立马路巡检小蜜蜂，针对路面破损等状况主动通报，彻底查明原因。会中议员林美的影片，除了摸着风雨回看原里喜求地区的水灾，发现有水沟竟然无发挥作用，九个水门嘛有3个无启动运作，除了自己治水工法出问题，引起堵水，嘛强烈批判大雨一来，造成侪侪道路严重破坑，加上回填不实，伫通报以后修补当无2天就搁破功。议员一边要求市府还是高雄，互民众透过网络直接了解市府执行灾后重建、顺势补助的 SOP， 同时成立马路巡检小蜜蜂，主动通报。咱台南市民来讲啊，他们这样的面对咱未来咱台南市的坑坑洞洞，怎么样处理？很多的道路，我们应该是市府主动去查爆发点啦。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我本席建议啦。其中，我们应该马上成立一个什么马路小蜜蜂，让他看去了解我们哪里有坑坑洞洞，不是有市民来通报，不是有市民发现问题时阵，我们才了解。豪雨确实是造成很多比较老旧的道路，它的沥青会剥落，那会形成像这个照片上的这种坑洞哈。不过咱公务局晴天以后就马上全部去修补。今年市长适当的治理，存无到3个月，议员会中回顾过去，认为中央甲地方的政策，包括一例一休、落基法修法，需要公力化，加上即摆大淹水等等，拢互人感觉头壳晕晕。所以嘛，认为分这里相当代表台南的现况甲民众心声。电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郭书博上午陪同823水灾受灾民众前往台南市政府陈情。郭书博表示，北门区的灾情严重，水退了上万，真侪灾民拢搁伫咧整理家园，奈何伫咧期限内面申请补助，所以要求市府爱取消50公分的饮水限制，同时延长补助的申请到9月底。823豪大雨，伫台南真侪区域拢造成淹水的灾情，尤其是北门区玉港里的淹水是上万提起的。对此，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书博为灾民发声，联合市员谢良介、王家晶、林美燕、詹培雅做伙为议会出发，前往市政府陈情，并将向征北门淹水的水球弹向市政府，要求市府取消50公分淹水补助的限制，以及延长补助申请到9月底这2项诉求。表达台南市民淹水的无奈，甲这个政府的无会，无目屎啦！9月4号跟9月6号，农损还有灾害损害的申请，都要到期啊！真侪乡亲未付申请，书博要甲市政府讲，你不延期到月底，让很多乡亲没有办法来得及申请。只要高思博当选，所有咱的受害乡亲，建古劳累，新市政府接受大家所有受损的申请，时间已经未付啊！市政府你就做功德吧，时间延到月底，安尼大家较会付。真的是阮伫北门玉港里看到的情况。我这57岁，就倒来参加一届抗争，先要抗争，因为26号12点水退，过两天就要上水利署的抽水机仔拆走，大路的水都淹起来啊！
大江的水、排外水，遐尔啊灌着，硬要甲阮拆你家己，这个时阵敢袂使无出来，敢袂使无出来为伊？这是我57年第一个参加抗争。对着高速坡以及北门乡亲的真情，市府方面嘛委任社会局副局长严静英出面接洽陈情书，伊表示会将陈情书召回市府团队来研议。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北里山水灾造成台南市真侪所在拢淹水，虽然受灾户真侪，不过也毋是每一户拢有达到50公分的补助标准。对此，市府特别结合民间的资源，对着淹水20公分到49公分的受灾户，每户加发5000块；淹水超过100公分者，除了原有的5000块补助以外，搁再加发1万块的慰问金。北里山雨大雨造成南部地区重大灾情，为了加速重建的脚步，行政院长罗清德伫顶礼拜嘛公开呼吁个人捐款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社会上真侪企业以及个人拢纷纷捐出爱心，佮加上莫拉克风灾存落来的善款，有价有1亿的新台票，会当帮助灾区的补助款。伫市府加发补助金的记者会上，市原车辆界嘛倾心捐出5万块，要来帮助北里山水患的灾民。经过早上的咨询啊，那市政府在执行后，他总算面对回应了。那当然，捐款只是聊表心意，灾民的苦啊，如果各位没有淹过，你没办法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既然理事长跟整个市府同仁愿意发起这个赈灾的活动，那我们当然，我刚刚讲过了，我们说到做到。那当然，我们捐的钱不多，但希望社会各界。人逆己逆，人急己急。此时此刻，台南市需要大家相互帮忙。对着淹水20公分以上、未满50公分的受灾户，进前规定是无补助。市府嘛考量到受灾户的不便，特别加发补助5000块，以及淹水超过100公分者，会当补助上悬3万5的慰助金。我们台南会针对20公分以上，到50公分之间。我们过去是没有补助但是我们比照莫拉克一样，就是5000块，20公分以上到50公分之间是5000块。那另外原来20公分原来50公分以下属于福利住户，就是属于低收入户的部分，福利户它本来就有5000块，那我们这个部分的5000块还是另外加。也就是说淹水50公分以下，如果它是属于福利住户它一样。这个就是中低收入等等的这样的的部分它是就是我们另外5000，所以加原来的5000就是1万块。那第二个就是50公分到100公分的还是维持原来的中央跟地方总共是2万5。那100公分以上，那么市府这边另外再加1万块的补助，因为淹水淹到100公分以上，它可能它的损害的加剧。损害的一些损失是更严重，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整理成一个表，我想可以给大家参考。市府表示，面对天灾，政府一定会甲民众共同承担，在合法的范围内，会将补助从优、从速、从宽的方向来执行。嘛，感谢善心团体捐款，互寡济受到水患影响的民众会当得到帮忙。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由上主村甲三观路有线电视所主办的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东区初赛，9月1号伫后火车站大湾坝广场举行，吸引侪热爱唱歌的民众报名参加。比赛结果，中青组甲社会组分别由吴建明甲李宇璇摕到东区初赛第1名。9月1号暗时，伫咧后火车站大圆柏广场举办的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东区初赛热烈登场，现场吸引了侪民众前来观赏，也有真侪爱唱歌的民众来报名参加，其中也有真侪翁仔某做伙来比歌艺，以及共名共姓参赛者一同前来台仔顶来比赛。由在地上主村三广王有线电视举办，已经办到第12届的歌唱比赛，也有真侪贵宾，包括市员王家珍、市员詹培雅、市员陈金珍、东区区长陈胜男以及侪在地里长，拢到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遮吼，咱看着吼，咱即个活动已经是第12天啊，就是咱国的起年吼，这是真无简单啦。啊，这应该这拢是咱大家支持，阮家会当一直来甲办落去，都袂怕。阮一直咧做调整改变吼，阮的用心来甲即个活动来愈办愈好。啊，伫呢12天内呢，咱有线电视啊，是一直咧改变，一直咧变化，一直咧进步吼。哦，咱伫几年前，阮个咧推广即个数位电视，哦，啊高画质的电视，到即摆。这物件，高画质的电视啦、机上盒啦，这种是加护基本的配备啊吼。啊，所以即摆咧看电视嘛，渐渐变成咧用电视。啊，迄个伫遮啊吼，伫遮嘛要感谢大家咱支持啦吼。今年依照全新的规则、全新的评审甲全新的方式，要来呈现这个歌唱比赛。同时也增加了侪新的参赛者甲观众。伫咧激烈竞争过后，中青组由着吴建明得到第1名，第2名是严静怡，第3名是吴明典，优胜1是陈慧石，优胜2是杜松泽。社会组的第1名是林怡璇，第2名林芷玲，第3名胡彩玲，优胜1是陈世杰，优胜2是钟彩颖。接下来后一场安平区的初赛将会伫9月15号，但安平凯大天后宫举办，欢迎民众做伙前往到热烈为参赛者来加油打气。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第一座设来复合式的运动场所——永华国民运动中心，2号上午正式启用，由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各界贵宾共同甲幕。市长表示，这个运动中心不但是南部占地上大的，而且佮结合环保的空间设计，欢迎市民前往体验。伫有氧老师的带动之下，所有出席的每一位贵宾拢动起来。这座占地大约3000平方公尺，总工程费3亿8千万的单市永华国民运动中心，是所有市民期待真久。新建的建筑物加上规划完善的运动空间，嘛吸引不少到场贵宾的眼光。整个开幕热烈滚滚，除了各级的民意代表、中央的官员，连奥运亚当金牌徐淑静甲财神朱学恒嘛出席现场。让我们掌声欢送你们！
心的启用开幕有多重的意义啊。第一个，它可以说是南部最大的运动中心，啊，南部最大的政府所办理的运动中心。而且咱的空间是多样性。你若伫北部看到的运动中心，它就是一栋大，它四周可能连个空地都非常的罕见，非常的少。但是呢，我们不只是有很大的2公顷的一个公园跟这个运动中心结合在一起，我们还是有，而且我们是3栋建筑，而且我们的空间是多功能，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广场，而且这个小广场办活动不会晒到太阳，上面有一个薄膜，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运动中心，包括我们的健身器材是可以发电，可以发电。那我们有很多的空间的设计，也是考虑自然的通风。等等，尽量减少冷气的用量，当然还是归零体但是在空间上的使用，当时就把节能减碳的元素加进来。永华国民运动中心伫完工启用以后，目前委托超新公司营运管理，而且营运的团队嘛投资2500万，增加专业的运动器材，希望创造平价消费加高品质的服务。而体育署副署长王水文嘛表示，希望国民运动中心启用，会当建立市民规律运动的习惯，提升全民运动精神。而开幕期间，业者嘛提供前8天试营运，欢迎民众免费入场体验。但新闻林光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为今年开始由民众票选进行公园改造，其中位伫玉德路甲立平路的立德公园，依照票选的结果，已经将公园的景观更加改造成儿童游戏区。9月1号下晡举行启用仪式，吸引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前往参加。位伫北区立德公园，经过市民票选加改造，目前已经将原本的景观更加改造成儿童游乐区，并且伫1号下晡举行启用，包括区长李凤兴、议员陈义珍甲当地里长拢到场出席，现场吸引真侪家长带小朋友到场参加。今天其实非常感谢这个神网的完成，绝对不是单一公所花钱就能够完成了，其实是大家群策群力，从一开始的绑这个我们的红柱子，一直到这个神网的那个编织，都是我们课长。然后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老师，因为他这个听说在台北，在台北的物价比较高，这个一做要20万了，他特别优惠我们南部乡亲，打对折还打到骨折，老师还因为。本来上个礼拜就要启动了，所以他一趟高铁下来，看不行，又回去，今天又再来一趟，所以我们是不是借由我们所有好朋友的掌声，感谢这一次所有付出的朋友们。攀爬网有这样的特色公园那我想小朋友们迫不及待想玩的来卖公熊贼啦我想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特色公园，让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可以玩得更开心为了打造甲一般游乐区无同，经过市民票选甲专业的规划，现场已经将更加改造成一组会当爬行的网仔。下面是坡山，网仔分做顶下2层，透过路道桩甲一区一区小朋友介意的比例基地。启用头一天就吸引侪小朋友，不过区公所表示，因为网仔有一定的承受力，每一层上侪限8小朋友，所以嘛希望民众共同爱护。但新闻林光采访报道。庆祝记者节，台南市新闻记者工会9月1号上午举办第52届会员大会，甲庆祝餐会，包括市长李梦燕以及多位民意代表，拢到场祝贺，场面盛大。台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中华日报社长庄耀华，为了媒体辛苦，1号上午特别举办第52届第2次的会员庆祝大会。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这位市府以及主管和民意代表拢到场祝贺。市长除了祝福记者朋友佳节愉快，另外伫即届的水灾，嘛感谢媒体报道，互市府会用全面掌握，关心到照顾袂到的所在。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我们记者节的一个大家联谊参叙的一个场合我即将要代表市府
感谢咱各位各个媒体对咱台南市政府的支持甲照顾过去我想前阵子因大水我想有很多地方起步我都接触到，或者是没有顾虑到比较周全的也感谢媒体把咱提醒咱在施政上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因为大家的提醒，我们可以去照顾市民，可以去做一些补救跟各方面的措施。那这边希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记者节的联谊，希望让各个媒体我们持续的来发展业务，能够蒸蒸日上。那再次的祝大家这个记者节快乐。会中还有参会摸彩助兴，市长当时嘛提供2份的大礼，以及各相关单位的赞助。因为奖品丰富，主办单位今年也首次开放由会员家己摸彩，场面热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弱势族群，台南市门城沙堡市场2号上午特别举办关北美的活动，另外，佮设计转盘游戏，互继续2号试手去摕奖金，总共大约300号受惠。中原普渡是农历7月一大祭典，位伫北区西门城的假日沙堡市场，伫今年5月进驻以后，现场吸引将近100位的大贩，内面贩卖拢是一寡古文物、二手商品等。而摊商伫今年中原普渡嘛准备了澎湃的祭品，为了帮助弱势，业者嘛和区公所联合，提供白米捐赠，大约有300户的低收入户受惠。我们这个场域是都卖一些古董，还有一些旧式的家具，里面有100多摊的摊位。因为我们就是借由普渡一些善心的朋友，还有一些里面摊位店家，就是他们想说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就是结合这次爱心，他想说捐给那些弱势团体。另外，业者也提供奖金，设计现金的转运游戏。提供低收入户转盘来领奖金，内面有100、500、1000、加2000金额不等，供民众来试手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在云顺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9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